来看伫台南的正兴街哦，去年有民众发起找台语的活动哦，今年是佮继续邀请信义街的庙事甲店家成立台语交互店哦，每一间店都一句台语记录伫 QR code 内面。这个活动嘛用台语哦，要甲街头巷尾的特色找倒转来。 好，欢迎。来到台南信义街这间茶桌啊，爱会记你用台语点你要啉的茶哦。我要这个铁观老红茶，讲台语点茶就会送橡皮擦。原来会晓讲一句台语，店头家会送你一项伴手，这毋是普通的虎仔，用手机啊扫 QR code， 随会当听到一段录音。今日要教的台语就是脑骨石，脑骨石就是白话的酸蚵石。 给自己一个动力，就是要开始练台语，就是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台语本来就是蛮重要的。然后我2个小朋友其实都上小学了，那他们也在学校会有一个台语课。有送虎仔予民众的店家，拢是信义街的台语交互店。这是经客国王谢明佑甲地方社团同齐发起的找台语活动。讲台语上早的城市就是台南，这佫是台南的老家。 我感觉爱互遮个老家去排这个责任起来，你就是爱继续传落去。谢明佑因去年大生伫个正兴街发起来台南找台语，希望大家自然讲台语，嘛用台语来认捌台南府城的文化。今年佮加信义街12间店家加入，号名叫做台语招呼店，因会用台语提供网络交台的服务。我比如啦吼，包括咱的民宿、咖啡厅这。 因希望做的代志是讲，因来小解一句，甲因的行业有关的这个台语甲俚语，吼，放伫内底上，希望讲所有来遮佚佗的人，来遮享用的点菜的人，会当尽量用这个台语这个部分。每一间店家的虎仔拢有一句无共的台语，台语虎仔变成旅游的纪念品，民众会当听故事、学台语，自然用台语甲头家开讲，感受台南人的热情。记者陈亚军、赖维做台南报道。